一盒盒公仔，令人花多眼亂。盲盒，盲盒，叫得盲盒就係買之前唔知盒入邊嘅公仔款式，搖一搖，中唔中？即場拆，越得唔到就越想擁有。盲盒熱潮究竟點解興起呢？呢隻就係我中意嗰隻啦。佢係 Grace， 呢日嚟商場買盲盒。勁 Q 喎呢個！我通常咧就係見到覺得啊好合眼緣啦，跟住就會好想抽。不過咧我通常都抽唔中，得翻一盒啫喎。好，咁我就俾錢啦。咦，有另一款好中意喎。Grace 自小學開始就有收藏嘅習慣，希望佢中到。而家大學4年級嘅佢，平均一個月會抽4至5次盲盒。耶！咁我而家就抽咗啦。即場拆開睇睇先。啊，粉紅色㗎，又係咩？結果今次係一場歡喜一場空啊！呢個我就有個朋友中意，我就可以送俾佢啦。冇錯，我每一次抽到嘅都係會咁樣送俾朋友，因為抽唔中。我應該會抽多次咯，因為呢個款真係好 Q。Grace 仲有好多盲盒收藏，喺呢度展示嘅只係佢1/4嘅收藏。我好中意嗰種神秘感，因為盲盒裏邊你到去打開之前，你都唔會知道裏邊係乜嘢嘅公仔啊，或者係咪自己中意嘅角色，所以我幾中意抽盲盒嘅過程。我自己都幾追盲盒嘅隱藏版同埋啲神秘版嘅角色去買咯，人哋冇我有嘅心態咯。仲係大學生嘅佢，目前有做兼職，每個月賺翻嚟嘅錢有約1/4用嚟買盲盒。好矛盾嘅，我覺得買盲盒嘅心態，因為我除咗佢係我一個小樂趣之外，但係有陣時抽唔中自己角色，又冇辦法唔抽咯。如果以我嘅兼職翻嚟得到嘅錢，就應該都算上癮嘅。咁我試過抽盲盒，有一次抽完啦，之後就喺隔離就見到我要買嗰樣嘢，跟住之後抽完就話點解我唔買書買衫，點解走咗去買盲盒？買盲盒嘅心癮其實都可以從心理學嚟解釋。咁人咧就對啲神秘嘅嘢咧就有個天生嘅吸引力嘅，你又好想去知道嗰件神秘嘅嘢係點，佢帶嚟嘅一種興奮緊張嘅感覺咧，佢可以令到人哋咧容易有一份愉悅感。有一啲嘅研究其實話俾佢哋知咧，好多時候抽盲盒未開之前帶嚟嘅嗰份刺激咧，開心嘅感覺咧，往往其實係多過你打開咗之後嘅。就係我好想咧去追求呢一個買啦，不確定打開嘅呢一個過程，佢亦都可能帶嚟另外一啲嘅心理上面嘅回饋機制嘅，有一啲嘅社交上面嘅正回饋嘅，例如我可以有得喺 IG 啊，喺唔同嘅 post 度同朋友 share 啦。盲盒一般有一整個系列，當中仲有唔公開嘅隱藏款式。臨床心理學家話，喺心理學上，扭蛋、夾公仔同抽盲盒嘅行為相似，之所以越嚟越盛行，背後都係因為捉住咗人嘅心理。人咧有一個完美嘅追求嘅，咁所以你覺得嗰樣嘢好似唔圓滿咧，我哋係會有啲唔自在嘅。咁當有一啲人喺呢一方面嘅追求係比較多嘅時候咧，其實抽盲盒咧就變成好容易一個容易啲成癮嘅行為啦，唔係為咗我興奮，唔係為咗開心，而係純粹咧變成一個我要去處理，我去平復我份唔圓滿嘅不自在啦。另外，即係盲盒上邊咧，佢亦都會帶嚟另外一個感覺，就係佢好似會俾咗我哋一個投資嘅感覺，係有可能咧，其實我係會抽到某一啲佢好似有價值嘅東西。咁就令人覺得咧，我唔係嘥緊錢，令到人哋覺得咧呢一個唔係一個單純嘅消費行為啦。呢度都有
咗一部分嘅收藏卡啦，咁主要都係日版為主嘅。咁我最中意就係呢一款，因為我係抽到唔同版本啦，中文版啦、簡體中文版同埋日版嘅同一款卡，咁我就覺得即係好有運氣咯，好開心。相比抽盲盒，中意日本動漫文化嘅 Heidi 更加享受抽卡。盲盒你會見到晒全部款啦，咁一定係會有嗰一款嘅其中一件出現嘅。但係抽卡咧就係入面可能有幾百款，但係你唔知你會抽到邊一件咯。你可能要抽好多包先出到一張，或者係永遠都出唔到都有機會。Heidi 話：一啲保存良好、高稀有度嘅停產卡款可以價值約500萬美金。佢甚至試過寄卡到評級公司做鑑定。當然我都唔排除佢會有泡沫爆破一日啦，但係咧，因為我自己都幾中意啲卡啦，都覺得幾靚嘅，所以就算佢嘅價值跌咗咧，我中意個角色，即係我就 keep 住收藏嘅話咧，我就覺得都冇所謂。反正我其實就冇打算賣住嘅。入坑2年左右，但花費咗幾萬蚊買卡，係唔係值得呢？可能抽到嗰下咧，如果見到你想要嘅嘢，我會飆晒汗啊，或者係咁。即係好開心咁樣咯，我就唔會俾自己將佢變成一個負累嘅，會係當以一個享受嘅狀態去玩咯。係負累定係享受，取決個人心態。抽盲盒咧，確實係可以成癮嘅。咁當然，我哋唔可以話所有買盲盒嘅人都一定會上癮，即係等於唔係所有飲酒嘅人都會酗酒。喺香港，實際上影響係去到有幾嚴重呢？其實我哋暫時未有一個確切嘅數據。譬如喺世界各地，你會見到喺遊戲上面相關嘅一啲電子盲盒啦，你當其實呢，就開始有一啲嘅國家呢已經有立例去管制。出現乜嘢行為就要開始警覺呢？我有冇已經係超出咗我原本嘅預算？或者咧就係你發現其實咧你屋企已經堆到成屋都係，你根本你知道已經係影響咗你嗰個日常生活嘅質素啦，甚至係講緊你要借錢度日，你都一定要去做啦。你心心念念不忘嘅就淨係得返抽盲盒等等嘅呢啲面向咧，就好明顯係產生一啲不良有問題嘅情況啦。尤其是為青少年，佢哋仲係喺一個心智嘅發展成長期入邊嘅。咁如果你喺呢個過程入邊唔係俾佢哋去訓練、去控制嘅時候，當佢哋大咗成為成年人嘅時候呢，其實更加容易呢就係沉迷喺各種唔同類型嘅容易成癮嘅活動上邊啦。喺臨床上邊呢，我哋其實久唔久確實呢，亦都遇到有呢啲嘅病人。咁但係往往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咧，其實呢啲病人佢本身除咗抽盲盒呢個行為之外咧，會係有其他嘅一啲情緒問題嘅，包括嗰個人本身係抑鬱或者佢係焦慮，就變咗咧佢好似透過呢一個嘅成癮問題，其實佢處理緊佢背後嗰個情緒上邊另外一啲嘅問題。咁所以呢一個反而往往亦都係我哋值得深思嘅地方。凡事有節制，先可以令興趣成為生活中嘅小確幸。而家我自己都中意靚嘅圖啦，同埋中意動漫文化啦，所以我諗我都會 keep 住儲嘅。但係就可能會越嚟越少咯。我而家就可能生活上有其他嘢更加需要我去處理嘅時候，就呢樣嘢可能就慢慢變成一個少少嘅興趣咯。所以我覺得係一日個財政都 handle 到，都冇乜大問題咧，我都覺得可以繼續呢樣嘢。我覺得好似見朋友咁樣咯，即係見朋友對我嚟講就係一個月點都一定要有一次咯，係啦。咁買盲盒都係點都一個月有一次咯。我覺得抽盲盒嘅過程同埋個盲盒嗰個角色都係會填滿到我心靈嘅嘢咯。當中嗰個神秘感令到我都覺得好似個生活多咗少少唔同嘅一個過程咁樣啦。然後抽到個角色就會覺得好開心，因為我不嬲都好中意嗰個角色。咁嗰個角色嘅存在已經係令到我覺得個生活好有樂趣。